另外，口頭質詢會議上亦都有議員關注對外僱價監管同政制發展。有議員批評政制發展座談會只係得一場公眾諮詢，而且係1個半鐘頭嘅座談會入面，每人只係得3分鐘嘅發言時間，認為政府冇誠意。成日話我哋公民教育唔夠，你有冇推到啊？呢個咪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咯。點解你唔做啫？有承擔啲或者有誠意啲，喂，就算真係得一場，喂，長啲時間啦。阿司長同阿特首話，我係捱個半鐘頭嘅啫，喂，輪流啊，每人個半鐘頭啊。政府就話，現時市民表達意見嘅渠道充足，而且唔相信有市民唔能夠向政府表達意見。佢哋如果講唔晒，又或者咧係冇機會可以在場講咧，我哋都請佢哋咧係將相關嘅意見書咧就係交低俾我哋嘅。而喺外僱方面，議員就關注跳槽嘅問題惡化，希望政府監管。勞工局局長孫家雄就引用資料，指多數嘅外傭選擇終止合約係因為同僱主嘅家庭夾唔嚟，大多轉職嘅工種亦都係家傭。至於能唔能夠規定外地僱員必須要持工作簽證先至可以入境，治安警察局局長李小平就話，現行嘅法規冇相關規定。澳門電視台記者何漢勝報道。